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3章。今天我们要请卢山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早安！早一早，神你就爱我们。我们先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昨天一天我们经历了神你的带领，让我们衣食无缺，让我们昨天晚上也有很好的睡眠。一早我们就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你的爱。一早我们就用读经祷告亲近你，要来尊荣你，要来敬畏你。愿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将会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信心，更会成为我们的勇气，好叫我们在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当中，我们并不惧怕，因为我们是平安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谢谢你，愿神祝福等一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读使徒行传，让我们得着神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好，谢谢。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的后面几节看到彼得在讲道完之后，他的话产生了影响力，让众人觉得扎心，那而来谦卑的来向彼得来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办。那彼得给他们劝告，就是要悔改，受水的洗礼，受完水的洗礼才会有圣灵的洗礼这也是重生，也是约翰福音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教导。有水的洗礼，圣灵的洗礼，那同时发生，就能够领受神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回应彼得自己的讲道，在末后的日子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就是得救的应许。那我们看到在当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那受洗的人开始的教会，这教会呢，他们就做4件事情，学习真理，还有一起的团契，这团契是比较注重在吃跟分享的部分，然后还有擘饼，擘饼是一个纪念主的行动，还有就是祈祷。所以看到教会在这4件事情上面都恒心来遵守，那也成就一个美好的情境。那透过这样子的生活，信徒的彼此相爱团契，那使徒行传路加用很短的文字来描绘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那他们就得到神和人的喜爱，感觉好像这就是一个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情境，因为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所以将得救人天天交给他们。但是应该从此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却没有。那接下来就是看到这才是使徒行传刚刚开始，那后面的迫害还有困难才刚刚要结束。那么今天要进入第3章，那从第3章一路到第4章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这2章讲到教会怎么受到的受到的这个逼迫，那但是使徒们却带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来面对。那我们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第3章，从第1节到第26节。好，第1节，有一天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在那叫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跛脚的人，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门口，向进圣殿的人祈求。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他们注目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他就留神看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得些什么。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给你我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那个人的脚和跛踝立刻有了力气，就跳了起来，站直了，开始走路。然后他跟他们一起进圣殿，边走边跳，颂赞上帝。大家看见他一面走路，一面颂赞上帝，他们已认出他就是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乞的那个乞丐。
就对所发生的事大感惊讶。11节，在所罗门门廊下，那个人紧紧地拉着彼得和约翰，在场的人很惊讶，都跑去看他们。彼得看见这许多人，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同胞们，何必为这一件事惊奇呢？为什么只盯着我们呢？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个人走路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耶稣，你们把他交给官府，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你们反而在比拉多面前背弃他。他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却弃绝他，要求比拉多把一个杀人犯释放给你们。这样，你们杀了生命之主，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这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跛脚的有了力气。你们所看见、所知道发生在这人身上的事，都是由于信了他的名。因为他信耶稣，才使他完全好了起来。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那么，朋友们，我晓得你们和你们的长官那样对待耶稣是出于无知。上帝早已借着先知们预言基督必须受苦，这预言果然实现了。所以你们要悔改，转向上帝，他就赦免你们的罪。这样，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同时他会差遣耶稣，就是他已经为你们选定的基督来。基督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更新的时候。这是上帝在古时借着他的圣先知所宣布的。摩西说过，主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兴起我一样。他向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得听从。不听从这位先知话的人，要从上帝的子民中除灭。所有传信息的先知们，包括撒母耳和他的后继者，都宣布这些日子所要发生的事。你们是先知的继承人，你们承接上帝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过，我要借着你的后代赐福给地上万民。所以上帝兴起他的仆人，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使你们每一个人都回头，离开邪恶的道路。好，谢谢卢山长老。那从第3章第1节到第5章的42节，好，那这里讲到，好，仍然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但是讲到教会在初期，好，所遇到的内忧外患。好，那是先讲到外患，会有讲到内忧。好，那外患就是在美门的这个医治的事件呢，好，又引来了这个批评，还有攻击，还有反对。那以及呢，内忧就是在教会内部，好，有这个亚拿尼亚、撒非拉夫妇，他们在教会里面，好，想要撼动或是用欺骗的方式，来不按真理而行。好，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3章、4章、5章，我们连续3天所会来读到的经文。那今天这段经文是接续在凡物共用，好，那团契生活。还有就是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那路加他显然就是要来描绘，这并不是一个美好，只是一个开始。那下午3点就是犹太人一天有3次的祷告，早上1次，下午3点1次，傍晚1次。那不一定都要到圣殿，好，但是祷告时间好，有的人好会到圣殿祷告。那我们有提到彼得、约翰，好，那还有雅各，是使徒行传里面被放在12使徒的前面3位，所以在第1章好，他们的名字排序好变跟前面4福音书的排序不太一样。那他们去到一个叫美门的地方，在这边有一个生来跛脚的人，好，那表示这个跛脚不是后天的事故，或是后天意外引起，
而是出生就这样，那表示这好是不可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事实。那他天天他跛脚到个程度是他连走都没有办法走，他必须被人家天天用抬到门口来，那向进圣殿的人求起。那所以这个跛脚的人看见彼得、约翰进圣殿，那就跟他们求起。那这个是美门的图片啊，因为所罗门这个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好，那是按着所罗门的圣殿，再把它放大来盖。那因为这个圣殿也已经不在，那所以至于美门是长什么样子，好，那其实是有点困难。那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美门呢，好，应该就是在东边，好，因为他们讲说进圣殿的门口，好，可能就是为了要进入在这个圣殿里面。能够有人来人潮会比较多，好，那这个求乞的人呢，好，也比较容易得到他需要的资助帮助，好，那所以这个美门，好，那也有人称是书珊门或是同门或是第十扇的门，好，那可以大概就是朝东的门，就是圣殿的朝外朝东的门，好，那这是圣殿的城墙，好，那这个跛脚的人呢，好，每天被人抬来，好，那我们可以思考，那这个应该他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好，耶稣的时代，耶稣还在的时候，好，这个因为他是出生就是跛脚的人，所以或许耶稣也曾经从他面前走过，好，那但是在前面四福音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好，反倒四福音有记载，就是一个路加福音第5章，好，有一个瘫痪的人，那他有4个朋友。那这个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好，路加福音是第5章的记载，那就是讲到一个瘫痪的人被他的4个朋友抬到房子里面，好，那甚至挖开了这个屋顶了。那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叫他起来走，拿起他的褥子起来走。好，那所以对照的使徒行传第3章，那也可以看到路加也想要把这样的事情说，耶稣做的，门徒也做了。那在路加福音第5章这个医治瘫子的事件呢，耶稣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事件是要叫人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看，那这个使徒行传第3章呢，就是要来证明好门徒们得到了权柄。那这权柄怎么得到的呢？好，那我们继续看第4、第5节，他们就是彼得、约翰。好，要去祷告，看见这个摊子，好，那跟他求起。彼得就说：“你看我们。”好，那这个看着我们，或是你看我们，好，那就是一个要这个摊子呢，跛腿的人、瘸腿的人呢，好，来注意听他们所要说的。那这他就留神看他们，希望以为说，他好像准备拿什么好东西来。那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给你我所有的。”那所有是什么呢？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走。那所以彼得并不是在耍他，或是并不是在欺哄他，而是彼得他也知道，比给他施舍、给他钱，更重要就是能够给他健康，能够给他起来行走。那这怎么做到呢？那彼得就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奉耶稣的名。所以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就是权柄是不是来自于人是来自于人子，是来自于耶稣。那怎么把耶稣搬出来？因为他已经升天，他已经坐在圣父的右边，圣灵也降下来报告说他已经成为基督。那彼得知道怎么去运用好这个权柄，就是要奉耶稣的名，所以彼得就只有做这件事情。那奉主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后面第7、第8，彼得就拉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好，那很显然这些事情呢，彼得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因为他跟在耶稣的旁边3年多，好，他也看过耶稣怎么样来医病，怎么样来治病，所以他就奉耶稣的名，借着人子赦罪的权柄，那拉着这个瘫痪的人，那人的脚和踝骨立刻有了力气，就跳起来站直了。所以路加的形容呢，真的是很仔细，那比
好像他就在现场一样。好，但是我们知道路加是在使徒行传第二次布道旅行之后他才加入。但是在这里呢，他可以这个事迹呢，一定是很多人知道，他才可以把这个事件描绘的这么清楚。好，那他不是在慢慢的爬起来，好像病患拿着拐杖，慢慢的一声叫站起来，这种动作不是，是上帝的力气，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是用跳的，他一辈子没有跳过，一辈子没有走过，突然有了力气，那就跟他们进入圣殿，还边走边跳边赞美神。那大家看见他一面走路一面颂赞，因为他也是一个大家常常看到的人。好，所以一认出他就是坐在圣殿门口的那一位乞丐，就对这个事情呢满心的诧异，或是惊异。好，那但是他却没有像大家却没有像这个乞丐同样的反应是赞美神，反而是怀疑或是满心的稀奇。好，那这个是一个中性，但是这个诧异呢就变成是两种情形。好，一个是把荣耀归给神，一个呢就开始把问题揪出来，到底是谁来窃取上帝的荣耀。那接下来第11到12节，那场景来到了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下呢，那就是在这个圣殿的外围，好的这个圣殿的院子当中，这整个都是所罗门的廊子啊。那虽然在那个地方很少下雨但是他们需要能够有遮蔽太阳，能够有这个可以有一个遮蔽的地方，所以他就从这个美门可能来到这个所罗门廊是一个方形把整个圣殿包围起来。所以他们来到廊下，那在廊下不晓得做什么，但是那个人仍然紧紧的拉着彼得和约翰，以至于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也都聚集在所罗门廊下。那所罗门廊下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23节，耶稣也曾经在那个地方来献殿节的时候，在所罗门廊下行走。好，那犹太人就在那个地方呢，来问耶稣，也是堵耶稣。那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如果是基督，就让我们知道。好，那耶稣在那边说教导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好，那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不灭亡。甚至耶稣的结论说，我与父就是与天父原为一，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件事情让耶稣在所罗门廊下呢，被众人用石头准备要打他。好，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的地方。那圣经第2次提到所罗门廊下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那这个在场的人看见这么多人聚集，好，那彼得呢第2次起来宣讲说，以色列同胞何必为这件事情惊奇？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好，那彼得只希望这个瘸腿的人可以好好看着他，他却没有预料说现在变这么多的人都来看着他。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人走路吗？好，那所以彼得他在开始怎么样知道分享，他是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能够为人来祷告，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自己的敬虔。好，那犹太人认为敬虔就是上帝就会有能力在他身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祖先上帝，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所以彼得很快的切入是彼得切入重点，就是因为这也是路加写作一个方式，他不会再把前面五旬节的讲道再来搬一次，或许彼得已经讲了，但是路加他不会重复，因为他主要目的是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那所以说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好，那这个事情呢是以赛亚书42章第1节，以赛亚书52章13节，好，都有讲到他要荣耀他的仆人。所以对于这些在圣殿当中的人，那听到彼得这样的讲，好，那他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好，是在讲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好，就是神要荣耀他的仆人，是那个仆人是谁？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受膏者，好，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所罗门廊下这些犹太人和耶稣在探讨的议题，好，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告诉我们。那现在彼得用另外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神已经荣耀的仆人，但你们却把他交给官府。好，那这跟五旬节就要讲的内容是方式是一致的。
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你们反而在比拉多面前背弃他。所以彼得在这边也为比拉多来做见证，就是比拉多不是要害耶稣的，只是后来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都会认为好像是比拉多害死耶稣，不是，是犹太人。他是圣洁公义，你们却弃绝他，反要求比拉多把一个杀人犯释放给你们，这样你们杀了那生命之主。所以这里有3个对耶稣的形容。第一个是他的仆人，就是上帝的仆人耶稣，神已经荣耀他。第二个形容是公义圣洁，圣洁公义者，那个圣洁公义的是指耶稣。第3个就是那个生命之主，生命之主，和本说生命的创始者。好，那这是彼得在这一个所罗门廊下，来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上帝的仆人，第二他是圣洁公义者，第3个他是生命之主。好，那但是为什么是生命之主？因为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的生命不是地上的生命、短暂生命、暂时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好，那最后回到彼得跟约翰，跟这群门徒说，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那这也是在耶稣升天前说，你们会得着能力，在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已经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为耶稣做见证，现在在圣殿下午3点祷告的时刻，这可能已经不只是3点，可能已经4点或5点，甚至接近天要黑都有可能。但是有可能这是一时之间10分钟、20分钟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这耶稣的名，所以这里第2次提到耶稣的名。第一次是彼得对乞丐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那这里再次提到，所以这个权柄就是来自于耶稣的名。这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让这跛脚的有了力气。你们所看见、所知道发生在这人身上的事情，是因为信了他的名。所以彼得有划重点，就是整个事件呢，并不是彼得、约翰的能力或是圣灵，而是因为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让这个圣灵的工作可以运行，那在相信的人身上，所以信了他的名，所以有耶稣的名还不够，还要有相信。那个生来就是瘸腿人，他听见耶稣的名，但是他相信，所以当他相信的瞬间或是立刻，圣灵就在他身上来运行动工，他就跳起来站着行走，还边走边跳边赞美。好，所以这是一连串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事情。因为他信耶稣，才使他完全好起来。你们大家也看见了，所以彼得把这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解释的够清楚。好，那但是呢，这个是前因对，这个是后果那现在呢前因跟后果，但是讲完了，彼得可以离开，但是彼得没有离开。彼得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也要把这样子的借着这样的机会呢不是只有这个特会结束然后大家就收奉献，然后大家就回去睡觉。没有，现在彼得要做的事情是要邀请大家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信心能够在耶稣的名能够来受洗。所以17、18、19、20，朋友们，我们晓得你们和你们的长官那样对待耶稣是出于无知所以彼得再次提起这些人的恶那但是呢，这个事情才发生可能只有2个月因为这个逾越节到五旬节也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也是五旬节过后可能这第3章第4章也是在圣灵充满可能没有多久的时间，但是他在1年内耶稣在同一年当中，在这个地方在进入圣殿然后被攻击甚至被陷害那也在耶路撒冷被审问。那现在他们又在耶路撒冷，还在圣殿里面再次提到这个事件呢可见是非常的敏感。如果你要在64天安门1987年在64天安门再提64这件事件的话，也是非常的敏感。但是彼得却直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提然后也提到说，上帝早已借着先知预言基督必须受苦，这预言果然实现那这是旧约很多众先知。所以彼得把之前是搬大卫的诗篇那这一段呢，他都是把先知书搬出来，包括前面有以赛亚书那这里也讲到了等一下会讲到了摩西，讲到了撒母耳。那
当你们19节，所以你们要悔改转向上帝，他就会赦免你们的罪。好，那这跟在五旬节那一天讲到的收尾一样，我们昨天读到的38节，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领受圣灵。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要悔改转向神，赦免就是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当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好，那圣灵就会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好，灵力更新的日子。好，那在和本是翻成那安舒的日子。好，安舒的日子。那现在中文译本翻成灵力更新。好，那这个又需要解释。好，那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得着更新。好，但是这段话的意思呢，是指新天新地。好，是指新天新地，或是指所有苦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好，所以应该是指在末后，好，新天新地的时刻。当我们罪得赦免，那我们就能够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所以在那末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中，我们会有因为主的名，我们就能够得救。好，一路到这个天地万物都更新。那安舒的日子，平安舒适。就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嚎。好，这个日子呢就会来到。同时，他会差遣耶稣，已经他为你们选定的耶稣，选定的基督来。好，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又讲到基督，我们看到彼得，他就在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啊。好，那21节，基督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更新的时候。好，那万物更新就是万物复兴。那所有都变成新的，好，新天和新地。好，那基督必须留在天上，所以这是彼得的见证，也是彼得的想法。好，所以他知道耶稣升天。好，他不会说耶稣在这，耶稣在那。好，耶稣就在天上，在圣父的右边。留在天上，留这个字呢，好，它是一个复合词，它就是指被迎接后，然后留下来。所以他前面他留不是被拘留或是被限制被关在天上，不是，他是被迎接被接纳而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坐在他的宝座或是在圣父的右边，而圣灵来宣布耶稣已经为基督，是主，是就是那个求告主名的主。好，所以在一直到万物更新的时候，基督才会再来。这是上帝古时借着众先知宣布。所以摩西说，主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向你们说的话，这位先知都要说的话都要听从。这是来自于申命记18章15到19节，还有利未记的23章29节。所以彼得引用摩西的话做见证，摩西自己都预告有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神要差来。那个先知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主。那他向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听从，不听这位先知的话的人，要从上帝的子民灭除。所以这是摩西，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他们遵守律法，他们会来到圣殿，通通都是听摩西的话而来的。而24节，所有传信息的先知们，把这样的话不断传下去的，包括撒母耳的后继者，撒母耳是士师，也是先知，那也是祭司，都宣布这日子要发生的事情。而你们是先知的继承人，表示说这些在圣殿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你们承接上帝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我要借你赐福给地上的万民。是创世纪的第12章，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上帝兴起他的仆人，先差遣他，这个他呢，就是前面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就是那圣洁公义者，就是生命之主，生命的创始者，已经来到你们这里，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每个人都回头离开邪恶的道路。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叫人得生命，是要赐福给人。但是很多人不明白，那特别是跟耶稣同行竞争，在圣殿里面抢着要数人头，要收奉献，都认为耶稣是来抢他们的生意的。所以就是来把他当成是一个被迫妄想症一样子，一直在迫害耶稣。但彼得的讲道到这里结束。明天我们会继续来看第4章，那后面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第3章来对照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还有在圣殿门口美门的讲道，在所罗门廊下的讲道，然后再连接到约翰福音的第10章，耶稣他也在这个地方曾经来讲
短讲但是他短讲很重要，就见证他就是基督，就是甚至这个基督就是与父原为一就是在天上就是一起的所以从起初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了我。那今天这段经文呢，第3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看重奉主名叫人行走更胜于金子和银子，所以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其实这时候使徒他们跟随耶稣也没有捞到什么油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跟随耶稣这3年半已经甚至要4年的时间他们呢，但是他们得到了权柄，他们得到了这个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些是更重于金银，所以他把这些的礼物来跟这个躺在门口前生来是瘸腿人分享。那使徒用神迹奇事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耀神。怎么荣耀神？荣耀神的目的是要叫人能够信服耶稣，所以他搬出耶稣的名是要让人相信耶稣，而不是相信使徒或是相信教会。而使徒呢，他也怜悯罪人的软弱，当众人都为他们在所罗门廊下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呢，而彼得他已经把这些罪人的反应，或是还不认识耶稣的人的反应呢，说你们是杀害耶稣的人，那但是呢，你们呢，要悔改，你们呢，要重新再来，那才能够在那个末后的日子，才能够迎接那个安舒灵力更新的日子，一直到万物复兴，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彼得给他信心，给他们盼望，也有给他们爱，所以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效，就在彼得的讲道当中也带出来。那使徒最后也呼召得救人，应当要回转，要离开罪恶，这是一个基本，要接受水的洗礼。那其实当他们预备好的时候，他们不仅接受水的洗礼，也会在那接受水的洗礼当下接受圣灵的洗礼。所以在各样都预备妥当，那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能够也能够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呢，就是他们愿意让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所以他们愿意一生来跟随。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见当使徒们带着能力，他们就算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都能够在这个祷告会的当中来带出上帝的大能与同在就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所遭遇的各样事情，都能够见证上帝你的美好。主啊，我们需要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继续的寻求主的圣灵，也同时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预备为主耶稣做见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分享来福音，分享耶稣的好消息，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是上帝的仆人，是圣洁公义主，是创造生命之主，更让我们更加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了他与父原为一，让我们更加的相信我们要悔改归正，所有的人只要奉主的名来接受洗礼，而悔改，水的洗礼和就必领受圣灵的洗礼，而在末后日子当中就必定要得救，必定得到主的看顾。我们也恳求你，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今天是教会历史上当中的五旬节让我们在今天再次与圣灵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敬拜当中更加专注聆听在神你所要对这个世代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靠着圣灵能力、圣灵的帮助去把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直到天涯海角。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Thy strength indeed is small. Child of weakness, watch and pray. Find in me thine all in all.
Jesus.